父王，这些年，寡人能够东征西伐，是有赖于娘叔在朝中辅佐于我，兢兢业业，殚精竭虑。大王，你将来作为大秦之主，所思所想，当一切为大秦江山之利。寡人兄弟不多，却能同心，而寡人给你留下10多个兄弟，你能用上几人？同心几人？儿臣当不负父王所托，兄弟同心，供养我大秦国位。寡人也不要你对每个兄弟都能信任依赖。寡人只要你起一个毒誓，在有生之年不会伤害你一个兄弟的性命。若有违誓，天谴之。父王放心，儿臣纵然再不孝，也不会伤及手足性命。儿臣愿在父王面前起誓，有生之年绝不会出现兄弟相残之事。若有违誓，愿受天谴。楚离子，臣在。宣旨。太子大，自天生德，孰达机务，继位为王。诸公子依旨就封，其母可随子前往封地。寡人把太子、把大秦托付给朱庆了。臣遵旨。寡人累了，退下吧。公元前311年，秦王嬴驷去世，谥号为秦惠文王。秦惠文王在位时，继续了商鞅之法，任用各国人才，占领汉中，收并巴蜀，北扫一衢，使得秦国领土面积骤然扩大数倍。秦惠文王是秦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一代君王。秦惠文王死后，由太子嬴荡继位，史称秦武王。
拜见惠后。说吧，什么事？小的禀报之事过于机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这儿，什么事都算不上机密。惠后大于不知，先王临终前曾经让木间取了一样东西给他。什么东西？有可能是遗诏。说吧。先王病重的时候，小的在承明殿跟着太子一旁侍奉，偶然看见先王临终前曾要木间去拿了一个专装诏书的木盒子。只是一个盒子。木间打开时，小的瞥了一眼，里面装的的确是帛书。什么内容？小的没有看到。此事先王隐瞒惠后，那诏书一定是对惠后和大王不利的。一派胡言！先王是当着众臣的面传位给当儿的，你却说有什么不利于我和大王的诏书？你是想谣言惑众吗？小的敢以性命担保，绝无虚言。惠后息怒，依奴婢看，这冯甲贼奴也许贪图富贵，但不像是有胆量胡编诏谕之人。是，小的对惠后和大王忠心不二，句句是真。那所谓的遗诏，如今在何处？小的不知。你赶紧给我去找，务必要找到。是。干爹，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份遗诏，您老可知啊？你说什么？遗诏？哎呦！你再敢说一个字，马上从这给我滚出去！您自己刚说过，时移世易。您老以为，如今还是先王在的时候，您是这宫里的头一号呢？大胆！哎呦！你跟你干爹想要？儿子，跟干爹学的本事不少，但下药这一手，干爹就要向我学了。干爹别恼，小的若不用这一手，你还不得把儿子给打残喽啊！干爹，这药想解并不难，儿子手里就有解药。但是，干爹得告诉儿子，那先王的遗诏到哪儿去了？做梦去吧！既然我的天寿已尽，也该随先王去了。只要您告知那遗诏的去处，儿子必定好好打发您的后事。您辛苦一辈子了，若是能够陪葬惠灵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若是尸骨无存，野狼啃咬，那又是何等的凄惨呐！何况这秦宫9等18般刑罚，您也是烂熟于心的。这一招一招的过，只怕干爹这把年纪很难再撑得住喽。您还是说吧。哎呀！儿子，好好给你干爹收拾。大王，老
奴随你去了。他吃了松筋软骨散，怎么还能动得了剑呢？给我走！我找仔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啊！仔细找。怎么样？小的拜见会后。怎么样了？找到没有？还未曾找到。废物！小会后放心，小的一定能够找到那样东西。先王让穆坚拿的诏书，定是交给了什么人？小的记得，先王单独召见的人只有嬴夫人和芈八子。一定是芈八子，一定是芈八子拿了诏书。行了，都起来吧，不用找了。那这诏书，呈诏的人要没了，这诏书还有用吗？芈八子，会后有请。果然，有些人禁不住念叨。会后，会后，这是先王的遗诏，封你儿子为蜀侯，并允许其母随他入蜀。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去处吧？多谢先王，多谢会后。别谢我，先王为你打算的真是周到。可我不知你是否想要这道遗诏。会后何意？你若真想要，那就拿先王的另一道遗诏来换吧。还有一道遗诏，倘若我有，我何必要藏着掖着？先王又何必要封妻儿为蜀侯呢？我也惶恐，怎么闹出两道遗诏？哪道是真，哪道是假？闹得宫中流言四起。我想，得有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去先王那儿问个明白。既然先王在临终之前都对你割舍不下，还是你去一趟，较为稳妥。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爷儿都为姑母捏了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会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。若不查出个结果，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危如累卵。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，
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，怡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哼，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了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，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呢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季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梦莹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她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她的手里。阿紫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。雍大人，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锦将军。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，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。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时光荏苒，我们又相见了。夫人吃苦了，别这么说。我这条命能撑着挨到今日，就是为了你。不用问，我也知道，你这1年来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的煎熬。换做别人，早就心灰意冷。你肯来，有胆量来，这说明先王总算是没有看错人呐。嬴夫人谬赞，芈月不知是否担得起这份责任。先王留下了遗诏，传位于公子季。当日只是以备不时之需，
若不是因为淫荡愚蠢自闭，秘书勾结权臣，弄权误国，害得大秦四分五裂，这道遗诏恐怕永远都不会免失。我说到这些，你是不是觉得有些委屈呀？天命不可违，芈月无怨言。只是要将秦国社稷江山担在肩上，芈月战战兢兢，无比惶恐。无论什么样的周折，该是天意。会后绞尽脑汁猜测，那先王的遗诏会藏在哪里？其实啊，这先王的遗诏就藏在我的身上，它可比性命都要宝贵。你要保护好它。芈月明白。夫人，他们在砸宫门了。夫人，我们赶紧走，我快走。不，我不走，你快带芈月走。殷夫人，我已经完成了先王的嘱托，而你却任重道远。别让我这老夫给你们半手半脚的。殷夫人何出此言？我能活到今日是命数。在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，除了初离子这个幼弟，全部先我而去。有他们在那边，即便是今日就走了，我也不会觉得孤寂。我虽为女子，为了秦国的江山社稷，该做的我都做了，无愧于列祖列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你们护送芈夫人、雍大人即刻出宫，不得耽搁。是，我留在这里，多少能够拖住他们一阵。殷夫人，记住，公子姬登基之日，别忘了给我焚炉香，报个信啊！你我就此别过。有一日到了那边，再笑谈长夜。此时秦国危在旦夕，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。芈夫人，快走吧，快点，带他们2个人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我们走吧。殷夫人，快走！夫人，快走啊！夫人，我们走吧，走吧。殷夫人，芈夫人，快这边走，快走！芈夫人，这边请，这边是楼下交办。嬴夫人，芈叔，1年未见，你令人刮目相看。我一直不愿相信，一个荒郊行宫的弃妇，会隐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。没想到，事与愿违。我与先王乃是亲姐弟，我知道先王一生中的全部秘密。你所说的秘密，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又一个默契而已。先王临终之前交代我一些事情，如今我已经把他办妥，可以随他而去了。你这是谋反叛逆！谁在叛逆？谁在谋反？你该最清楚。我是惠后，你应当臣服于我。哼！你笑话！大胆！惠后息怒，眼下还是追查芈月的下落更为重要。我问你，芈月在哪儿？先王的遗诏在哪儿？你要先王的遗诏做什么？我是先王的遗孀，先王的遗诏自然应当交于我。
真是好笑。我若即刻拿出这道遗诏，你真的准备奉诏吗？你若不奉先王的诏令，那可是忤逆往上之罪。你这个先王的遗孀，该如何惩治自己呀？我告诉你，诏书是有的。先王临终之前把诏书交给我，就是为了有一日惩办你这个大秦的千古罪人。你以为这样可以为难我？我也不妨告诉你，我进来之前已经让王军把北郊行宫围得如铁桶一般。芈月就算是插翅，也飞不出这里。来人，臣在。给我搜。是。是。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嘛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都给我找仔细了。是。每个角落都不许放过。是。这是尹夫人的东西，你们不许乱动。这是干嘛呀？让开！禀告会后，整个北郊行宫都已搜过，没有芈月的踪迹。公子季呢？还有芈月的随从和那个雍瑞呢？好好看看这面镜子，看看你如今的样子，多可怜！你被夫君赶回母国，守寡30多年，眼下为了一道遗诏，竟然愿意豁出命去。其实你此刻就是死了，也就是个孤魂野鬼，无人祭奠，还不如识相一些。把遗诏交出来，我定会酬功报德，好好奉养你，让你舒舒服服的颐养天年。别费心了，什么你都得不到。如此冥顽不化，芈月究竟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你也算出身尊贵，却以为天下人都跟你一样锱铢必较。我告诉你，我想要的东西，我早就都得到了。好，不说也罢。杜将军，微臣在。芈月等人定是藏在这行宫当中。给我听好了。北郊行宫因宫人举火不慎而失火，给我烧！一定要把这个芈月给我烧出来！是。火把，进去，进去，进去！老实点都给我！放我们出去！进去，进去，老实点！别动，别动啊！别动！你们放肆！不要开门！进去！都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！你若再敢反抗，如此下场！来人，给我把这烧了！把门锁上！自讨苦吃啊！
李夫人，快！雍大人，行宫着火了。那殷夫人她，殷夫人她随心所愿了。快走吧。这个时辰，公子季和魏冉应当已经平安抵达他们的驻地了。希望能遮人耳目。那地方荒僻，魏冉一直在那里屯兵操练，都是自己人。那就好。只要芈月能从嬴夫人那拿到遗诏，我等就可以召集老臣商议继位之事。大人，北郊方向忽然起了大火，半边天都映红了。北郊？会不会是北郊行宫啊？坏了，芈月到那里去与嬴夫人会面，难道出了差池？快，派人前去查看出了何事。是。你看，那边那条小路，一直走下去，就可以跟司马错将军的人马碰面了。好。什么人在那边？李夫人，你们是何人？好，将军不要误会，我等是来接应你的。你等奉何人之命前来接应？是左相出离子。谁呢？李夫人！怎么还没醒啊？谁知道啊？也该醒了。妹妹，妹妹，你醒了！哎呀，真是老天有眼呐！姐姐都快担心死了。糜夫人昏睡不醒，姑母都守了夫人大半夜了。妹妹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？啊，这是咸阳城外的富阳宫，妹妹放心，在姐姐这儿保你平安无事。彩萍快，扶夫人起来。是。我怎么会在你们这儿？昨夜，北郊行宫着火了，派人去急救，正好赶上你的人马和会后的人马打成一团。会后的人马？是啊，他们冒充出离子的手下，让你们猝不及防。我的人发现你被抓了，就把你给抢回来了。雍大人他们呢？雍大人？哦，雍大人他们在混战当中和我的人失散了。那可有人去打听雍大人的下落？去了，只要有了雍大人的下落，立即告诉夫人。啊，当初跟妹妹分开后，心里时常惦记。听说是因为会后的威胁，妹妹在燕国也是受到了燕国国相的百般为难。可恨的是这山高水远，不能相救，真是令人伤感呢。多谢魏夫人挂念，我在燕国一切都好。不光是我，怡儿对你也是深有担忧呢。要不是因为那会后从中阻拦，
怡儿一直都想劝说武王，把你们母子接回来呢。是啊，姑母说的都是实情。武王后虽有身孕，但容光照人，想来这腹中胎儿倒是没有拖累你。武王并天，百草凋零，魏王人苦撑大局，时时左支右助。若不是因为这腹中的孩子，我早随夫君去了。唉，我怡儿可怜呐。好在怡儿她识大体，知道这大秦的朝政全靠她一人支撑了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出手搭救芈月，一意行事，芈月敏感无内。那是，我们如今是在一条船上了，万事休戚与共。听武王后的意思，是有事要与我商议。是啊，眼前的大事，姐姐以为眼前的大事就是芈夫人把身体调养好，国事家事来日方长。彩萍尽心尽力伺候好夫人。是。别愁眉苦脸的了，喝点水。姑母，我就不明白，这芈月已经在我们手里，开诚布公有何不好？怡儿不要着急，凡事欲速则不达。那芈月是何等聪明人呢？你若见面3句不到就跟他提起遗诏的事情，他一定会起疑心的。既然他眼下已经在我们这儿了，咱们就一定能拿到遗诏，反正他也逃不出这富阳宫。姑母是怎么知道芈月在北郊行宫的？透露这消息的人是芈姝的心腹，他说的话早早可据。我们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得到遗诏。有了遗诏，我们就可以借此收服人心，号令天下。芈姝那边再猖獗，也拿我们无可奈何。是啊，我华儿如今是诸公子当中实力最大的，又有舅族的支持，再加上这遗诏，无人能与我们抗衡。只不过要想让这芈月心甘情愿地奉上这遗诏，恐怕还得花点功夫。他有遗诏，急切需要有人扶助他孩儿登基。我是王后，华哥哥有兵马，他不靠我们，又能靠谁？所以啊，怡儿不要心急，稍安勿躁。我们要让那芈月知道，从我们身上得到的好处，远远大于我们从他身上得到的好处。芈夫人半途被人掳走，庸人有负众望，深感愧疚。这不能怪你。为了先王的遗诏，英夫人已经舍身殉义，你也出生入死，负了伤。那些人权谋百变，我们是防不胜防啊！雍大人可否看出那半路杀出的兵马是何来历？还不清楚，但肯定不是会后的王军，倒像是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可能是其他公子的。我发现芈夫人被人掳走，带人厮杀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眼睁睁看他们逃走。他们定是冲着遗诏而来。眼下诸公子各自占山为王，心怀鬼胎，胜负难定。谁拿到先王遗诏，掌握了芈夫人母子，便有了得到朝廷内外拥戴的筹码。既然这些人都投鼠忌器，芈夫人应该暂无性命之忧。我等要先打听芈夫人下落，再找对策。也只好这样了。夫人风尘仆仆，车马劳顿，奴婢特备下鲜花沐浴热汤，请夫人享用。知道了。
夫人的这只簪子古雅精致，好漂亮啊！你若喜欢，就送给你好了。夫人的东西，奴婢怎敢随意要？夫人，奴婢伺候夫人沐浴吧。奴婢已为夫人准备好了更换的新衣，这些脏衣物就由奴婢拿去洗濯干净后，再给夫人送过来，可好？我这些都是从燕国带过来的旧物，我这人恋旧，衣裳也不例外。劳烦你费心，让底下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夫人放心。夫人，衣裳拿来了。拿过来。他没有起疑吧？没有。不过他特意嘱咐说，这些衣裳都是他从燕国带回来的旧物，让下面的人轻搓慢洗，千万不要洗坏了。仔细找，肯定在这衣服里面。是，边边角角都不要放过。不用找了，他是在戏弄我们。他若真是在戏弄我们，说明他对我们早已起了疑心。那么眼下，只好开门见山了。妹妹，魏夫人，吴王后，这2日看着妹妹的气色，真是好多了。有魏夫人和武王后的精心照料，芈月自然神清气爽。既然芈夫人身体已经康复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商议正事了。武王后不说，我也正想向你们打听呢。你们是否与雍大人联络上了？说起这事儿，我比妹妹还急呢。派去打探的人说，雍大人那次遭遇的是王军中的禁军，好像还受了重伤。竟有此事？妹妹不必担心，雍大人受伤了，妹妹的事儿就由姐姐来帮衬了。姐姐，这话是何意？你我认识多年，彼此也就不绕圈子了。眼下你我共同的敌人是芈姝，他想要你死，也想让我们死，只有我们联手才有生路。如何联手？我听说会后一直嫉恨你们母子，是因为先王他给妹妹留下了一道遗诏。遗诏？什么遗诏？妹妹知道是什么遗诏。哦，难道魏夫人说的是那道遗诏？对，就是那道遗诏。它在哪儿？已经被会后烧了。烧了？妹妹真会打趣。我看着她在我面前烧掉的。那遗诏上面说了什么？先王封继儿为蜀侯，并让我跟随继儿一同去巴蜀。哎呀，看来妹妹还是信不过姐姐呀。眼下咸阳城内人人皆知，先王还给妹妹留了另一道遗诏。多少人都是因为那道遗诏而祸到临头的。听说当年就是因为他，会后派人毒杀了患者令穆坚，前日北郊行宫的邢夫人又莫名其妙的被大火烧死了。妹妹，姐姐可是豁上性命来帮你的。世人飞短流长，
那些道听途说，魏夫人何苦当真呢？那若没有这道遗诏，你母子二人为什么千里迢迢从燕国又赶回了秦国呢？武王去世，继而回咸阳来祭奠兄长。可是有人真的见过这道诏书。那诏书上写了些什么？先惠文王驾崩后，当传位于公子嬴稷。难道诏书上不是写的这些话？我没有见过诏书，不知道诏书上写了些什么。况且，若真有那道遗诏，我母子当年何至于被人赶到燕国为质，险些死于冰天雪地之中？倘若真有诏书，而且诏书上写的真是这些话，妹妹是不是有些动心呢？白日做梦，只怕不可以当真。妹妹不要误会，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大秦的天下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武王后和魏夫人到底要芈月做些什么？唉，武王早去，未立太子，已儿怀了身孕，按常理说应该是父子相继，可是眼下男女未知，会后那边又一心要扶持任他摆布的公子壮为新君，这不招来了天下大乱。此刻需要一人来平定乱局。难道魏夫人和武王后竟有意让继儿来做这个王位不成？若能换来大秦天下太平，诸公子罢征，武王后也愿意让出尊位。当然，妹妹也是知恩图报之人，定不会亏待了武王后和姐姐。我猜测魏夫人的打算是助继儿登上王位，以众公子华为摄政。若王后生下王子，当立为太子。妹妹真是贴心呀，字字说的都是我想说的话。我若真有这道遗诏，就照魏夫人说的去办好了。可难就难在，我真的不知道这道遗诏究竟在何处。姑母，糜夫人一时忘记也是有的，假以时日好好思量，定会想起那道遗诏的去处。王后说的是，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。若哪一日你们知道那道遗诏在哪儿，千万记得要告诉我一声。来人，把人犯带上来。义渠君，这芈月乃我大秦朝廷重犯，却身无镣铐束缚，你们义渠人对待人犯是不是太过优渥了？那要看他身价如何。如今的芈月，那可是价值连城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芈月妹妹，多日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多谢会后惦记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这一日我苦等良久。我也曾揣测过再次与你见面的场面，没想到会是眼下这般情景。让姐姐好好看看。自打6岁在父王的大殿与你相识，转眼快30年了。物是人非啊！你说的对，我有今日，无论好坏，都拜你所赐。怪只怪老天，
让你我相生相克。既然姐妹一场，此时你若心生悔意，跪倒在我脚下向我告罪，我虽饶不了你的性命，但可以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。你就算杀了我，你仍然掌控不了大秦的天下。你别拿先王的遗诏吓人。我已调查许久，若真有那遗诏，早就出头露面，有迹可循。我也曾想过，或许遗诏在你那儿，那就更好了。只要你死了，那遗诏就会跟着你灰飞烟灭，销声匿迹。你的如意算盘打得太好了。咸阳城在我手上，所有的王军和禁军也受我治下。魏夫人和武王后也将归顺于我。只要公子壮顺利登基，其他的人只能顺应大势。你不要以为你那个弟弟魏冉会来救你，我即刻下令发兵围剿。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去黄泉路上与你作伴。你做不到。能否做到，反正你是看不到的。你输。可怜你愚钝如此，你本非歹毒之人，却为了点滴私欲弃明投暗，偏偏一条路越走越黑。你害了你的孩儿嬴荡，更害了大秦。先王若是地下有知，如何饶得了你？好个芈月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珍珠，张嘴。是。你干什么？放肆！义渠君，会后你不要忘了，芈月眼下还是我的人。你想要的我全都给了你。这芈月是我大秦的囚犯，带着你的人，全都给我滚出宣誓殿！大秦乃礼仪之邦，会后是你请我来的，就不该轻易下逐客令吗？啊！你还想做什么？把这些义渠野人给我撵出殿去！不这是逼着老子翻脸了是吧？在下早就想领教义渠君的身手了，请来。会后，会后。武王后和魏夫人给会后送的大礼到了。他们送的什么？让微臣替会后看看。有劳了。衣物？谁的衣物？这是公子壮的。冯家，昨日是谁给公子壮送信的？正是小的。他们把公子壮弄到哪儿去了？小的只是奉武王后之命行事，公子壮出宫之后的事，小的一概不知。好你个冯家，我待你不薄，提升你为患者令，你居然忘恩负义，卖主求荣！会后此言差矣，小的的主子早已是武王后，小的对武王后始终不二。大监冯甲，恭迎武王后魏夫人进殿。你们这两个犯上作乱的东西，也敢走进宣誓殿？快把这几个贼子拿下！谁敢动？
武王后怀的可是大秦的储君，有2个脑袋的，过来试试。义渠君，惠后答应给你的东西，我们一样不少都给你，再加万金。你把芈月交给我们如何？那你先把你的万金抬上大殿再说。我们武王后拥有大秦天下，哪儿在乎这点金银？快来人呐，把芈月用链子锁起来，关进囚笼。放肆！芈月是惠后想要的人，岂容你们染指？小人呐，你不看看老子的剑，答不答应？至于惠后，武王后马上就要生下武王的子嗣，你也该交权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你想都不要想。惠后，没法子。惠后，再过几日，这宣示殿就有新王了。哎呦！我该下！魏夫人，还等什么？即刻叫人抓起这些妖言惑众、企图篡位之徒！干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新王即将登基，武王后对每一位老臣都寄予厚望。你们把惠后请回交皇殿，这宣誓殿也让他坐得太久了。惠后乃先王遗孀，你们休得无礼！谁敢再往前一步，格杀勿论！虎卫在，咱们也该动手了。好啊！先将这个阉人给我拿下，他敢冲撞贵人，拔了他的舌头，再关到囚笼里去示众。是。王后，魏夫人，住手！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哦，这狗还有主人呢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谁是它的主人。站出来，我连它主人一起打。嘿嘿，滚！王后，魏夫人。好，王后，义渠君仗义直言，我定会有所回报。不必了。楚离子，进来吧。楚离子，司马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臣奉先惠文王遗诏，迎新君继位。哪来的遗诏？哪来的遗诏？武王后身怀大秦未来的储君，就算是先惠文王有什么遗诏，你们也应该跟武王后知会一声。魏夫人不说我还忘了，武王后身子沉重，十分辛苦。只可惜，储君在哪里？难道你们还要继续耍这骗人的把戏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们应当心里明白。不会，你居然是假孕！好了，你们这些人都给老子闭嘴！王后，糜夫人，请吧。
而迎继，海替君子，仁爱宽厚，深明大义，特传位于公子迎继。恭迎新王上殿！恭迎新王上殿！背着我捣鬼！你们疯了啊！拥戴这么一个黄口小儿，他非嫡非贤非长，为什么？奏魏后，武王后、魏夫人回宫。是。你们都睁眼看看他，他凭什么为王？我是帝后，非我认可，没有人有资格登基做大秦的君王。我等受先惠文王遗诏，拥戴公子季继位为王。甘香，你呢？说话呀！魏后，大势已去，你还是回交房殿吧。